澳門歸僑總會10月8日晚於萬豪軒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6週年、澳門回歸祖國26週年暨僑總成立57週年聯歡晚宴。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華、外交部駐澳特派員公署特派員劉顯發、行政長官代表、社會文化司司長柯南等一眾嘉賓出席。希望僑總主動推介澳門作為中葡平台嘅獨特優勢，做好中國同葡萄牙以及葡語系乃至拉丁語系國家嘅橋梁，協助澳門企業、內地企業對接海外，為中國製造走向國際，為海外嘅優質項目進入中國牽線搭橋，有效助力澳門拓展國際朋友圈，積極傳播中華文化，傳播中國聲音，講好澳門故事，講好中國故事，推動民心嘅相知相通。特區政府將積極支持僑總嘅工作，共同攜手全面推進一中心、一平台、一基地嘅建設。新一屆僑總致力團結嚟自65個國家同埋地區嘅超過10萬嘅歸僑僑眷嘅澳門居民，與全球200多個僑團保持緊密聯繫。僑總將立足聯通中外嘅獨特優勢，助力澳門打造成為雙向開放嘅中國香港以外嘅另一國際大通道，推動澳門成為從中西交匯點躍升為全球創新合作點嘅超級聯繫人。監事長黃檳城致祝酒詞，晚宴期間安排歌舞以及設抽獎助慶，場面歡樂熱鬧。